歡迎收睇呢節新聞。行政長官曾蔭權再率領問責官員落區宣傳政改方案。今次佢哋兵分三路，曾蔭權同多個官員去到鰂魚涌康怡廣場，一批社民連嘅示威者一早嚟到等候。曾蔭權一到場就企圖衝前，向佢抗議政改方案。警方築成2條人鏈護送曾蔭權入商場。期間，示威者高叫口號，又向佢喝倒彩。示威者同記者將曾蔭權重重包圍，場面混亂。曾蔭權原定到商場之後會喺現場用大聲公呼籲市民宣傳政改方案，不過結果冇辦法聽到佢把聲。由於情況太混亂，曾蔭權只係逗留咗10分鐘就離開，而示威者就走晒出馬路。曾蔭權之後去到筲箕灣愛東邨商場，佢上台發言，再次被示威者喝倒彩。曾蔭權借勢話反對聲音阻住政制向前發展，呼籲市民表態支持政改，促使議員投贊成票。好似你聲音咁，我哋就拋一流啦。呢批拋流隊伍，我哋冇怕嘅。我哋最緊要就係香港要政改要前進，一定要為香港嘅前進同埋民主要努力。今日我哋要把握呢個機會，俾政改可以起來。今日嚟到呢一度，目的只有一個，就係爭取你哋嘅支持，使到香港政制發展可以踏出一步，邁向普選。我哋大家齊聲，我哋講起來，起來，起來，起來！多謝各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喺九龍塘宣傳政改，一樣遇到示威者包圍。唐英年一到達又一城商場外面，已經被示威者包圍，令到佢一度無法前行。之後，示威者不斷向住唐英年叫口號，而唐英年同多個局長就用大聲公不斷高叫起鬧，企圖蓋過示威者嘅聲音。示威者就回應超錯同撤回方案，現場好嘈。不過相對起曾蔭權喺鰂魚涌嘅場面就冇咁混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同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就去到西貢碼頭同將軍澳宣傳，去到坑口地鐵站就遇到示威。曾蔭權同黃仁龍喺坑口地鐵站宣傳，示威者到場高叫口號，兩位司長同樣用大聲公叫口號，呼籲市民支持政改方案。示威者就更加大聲，企圖蓋過官員把聲。喺去到坑口之前，兩個人喺西貢碼頭宣傳，就冇遇到示威。兩位司長可以輪流用大聲公向喺碼頭聚集嘅市民發言，重申要政改向前走，就要促請立法會議員投票支持通過方案。行政會議成員夏佳理話：官員落區宣傳政改係好事，不過方案修改空間唔大，相信要立法會通過唔太樂觀。陳永林報導。政府官員起錨落區宣傳，遇到市民示威同包圍。行政會議成員夏佳理話：咁唔代表官員表現唔好。可能即係有啲媒介，即係有啲社論啊，就話啲高官落區嗰度又唔自然啊等等。但係呢個係即係做好過唔做。政界消息話，政府計劃今個月23號將政改方案交俾立法會表決。根據議事規則，政府星期一要將方案嘅決議案文本交俾立法會。夏佳理認為時間緊迫，政府嘅讓步空間又唔大，對方案獲得通過唔係咁樂觀。即係大家支唔支持呢個方案，中唔中意，係咪十全十美呢？我睇特首自己都覺得唔係十全十美。有部分嘅市民個期望係應該係個進展係多過今日。如果大家喺度猜測嘅話呢，你話今日係如果睇半數係贏，係通過抑或唔通過啊？我梗係睇唔通過機會，即係高過通過機會。佢又話政府同泛民喺今次政改上有溝通，相信即使方案最終被否決，日後雙方繼續有討論嘅機會。南寬頻電視記者陳永林報道。
政制向前走大聯盟將會喺19號發起遊行，支持政府嘅政改方案。福建社團聯會發信呼籲同鄉參加遊行，每位可以獲發膳食津貼200蚊。聯會否認派錢利誘市民遊行。羅敏津報導。呢封由香港全州同鄉會向會員發出嘅電郵，呼籲鄉親喺嚟緊19號去維園參加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發起嘅遊行，支持政改方案。電郵話接到福建社團聯會通知要咁做，仲呼籲鄉親扶老攜幼，約埋朋友，仲可以帶埋屋企工人一齊去遊行。每位可以獲發膳食津貼200蚊，有興趣可以打電話報名。但係全州同鄉會發出嘅傳真就冇咗報名有200蚊呢句。福建社團聯會轄下有100幾個屬會，有屬會會長話會動員去遊行，又話收到通知可以支付津貼俾參加者。聯會就否認派錢利誘市民遊行。有啲會員話咩派咗200蚊就費就可以去，冇啲咁嘅事啊？有冇啲咁嘅事啊？唔知。冇，我出差喺出邊啊，我都唔知呢件事。我相信呢，發動我哋啲鄉親啊去參加呢個，定係可能啊？我哋嘅立場好清晰啊嘛，係咪？但係你所講嘅呢啲，我真係唔知。福建社團聯會係政制向前走大聯盟嘅核心成員，大聯盟由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發起成立，成員包括多個大地產商、鄉議局成員同演藝界人士等。南富文電視記者